来关心台北捷运万大线第2期的宽差分析，昨下晡伫环保署召开第5摆的初审会议。住伫 LG 11站附近有民众是认为讲，即马台北捷运工程局提出的路线是因真不满，认为安尼会影响附近的金城公园，而且佫有噪音，嘛影响隔壁的土城国小，要求改变路线。 新北市土城金城公园就算是上班时间，也是有民众伫遮活动。不过，按照台北市捷运工程局伫2018年提出的捷运万大线第2期规划，这个公园大片的空间拢会无去。赶快受到冲击的，佫有隔壁土城国小甲5号公园社区。住伫社区内底上瓦路线 F 栋德小姐表示，实在是无法度接受。噪音的问题会很严重，而且它这个盖过来要距离我们家是那个窗户6公尺。 你说会不会有噪音？你讲做隔音墙、隔音窗，这嘛是无法度真正减少一些噪音的影响。因为你有迄种低频噪音啊，是安怎做你一定拢会有。你就是讲要甲囡仔关8点钟地内底，哪有可能？居民表示，捷运工程局原底伫2019年提出的万大线第2期规划，捷运线是沿金城路行。不过，伫2018年提出的计划，刷卡 LG 11站刷卡瓦金城公园。捷运局表示，是为着避免影响到现有的放南线土城站。不过，居民质疑，这个考量伫2019年的计划敢无评估过，怀疑其中有利益考量。这个是他们的站体，然后他们要把这几栋。 我们刚刚所讲的警察局、卫生事务所那个东西全部拆掉，挤在一栋。你看这公园是不是都没有了？然后把这个面积的部分有没有给住宅34楼给建商盖？万大线第2期的环境影响差异分析，第5摆初审会议，初到下晡伫环保署举行。参与会议进前，居民先伫环保署头前开记者会抗议。另外，因表示，有关2摆规划差异的部分，会向司法单位提起告发。台北市捷运工程局的部分，并无接受记者的访问来回应。记者郭文条随新北台北报道。